下邊上場嘅係第9支參賽隊伍深圳玉堂填料麒麟醒獅隊，佢哋嘅參賽主題係橋燈車。幫住個先令仔拉到佢啲。你睇有冇攞得佢啲好餓啊！啊，嗰個都要唔係你人，唔係你
該隊臨場難度分值0.4分，臨場難度分值0.4分。該隊臨場失誤扣分0.3分，臨場失誤扣分0.3分。請裁判員指分：1號裁判8.00分，2號裁判8.30分，3號裁判8.40分，4號裁判8.15分，5號裁判8.40分，6號裁判8.50分，7號裁判8.35分，8號裁判8.35分，9號裁判8.10分。最後得分8.31分。